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就在顶礼拜，中华发生了一个案件，这个新住民第二代被无合法的搬查地书来破相，填了17件。这是什么代志呢？我看你一颗生面，先甲你逮捕免律师，尤其看起来亲像外劳，反正问完毋是。甲你放走就好。台湾到打还阁有一款代志，这是安怎的心态来治数？是安怎的警察的工作的结果会产生？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第二代留声机专栏编辑刘千平。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理事长齐瑞希，各位观众好。那么第三位，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常务理事肖仁和，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咱资深的社会记者王兆斌，大家好。那么首先吼，观众朋友先来感觉吼，这件代志可能你在其他的新闻媒体看到，敢若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案件。这是中华一个高中拄啊才毕业的少年兄，趁休假的时阵去做散工，这半路呢，煞去无穿着制服的警察4个人当作是逃走出来的外籍移工，现场要甲抓。那么煞造成这个少年人呢，弄着面规个破相去填了17件。伊的家属表示讲，这个警察无先证明警察的身份。而且带队的所长被记过调职，其他的人嘛记到新界。一个少年囡仔骑脚踏车准备要转去，忽然间有一台车伫边仔停落来，3个查甫人冲到车就要掠人。伫个掠的过程中，少年囡仔无细致启动着边仔正常的机器，当场是火烧甲规面，随后3个查甫人压制伫涂骹。3个查甫人这时阵才摕证件出来，讲因是警察。你发救命，我有去着。我去遐看时阵，你3个2个甲二头壳食头。代志是发生伫1个月的初四，中华保严这个少年家拄对高中毕业，9月就要读大学。休假的时阵去附近的天成村的农家做散工，因为伊的妈妈是越南人，厝内人推测讲是因为伊的面较像外国人，加上警方第一时间无表明身份，互当事人准是讲是有人要来甲绑票。伊当作是啥物？歹毒的吼。坏人。要甲救去车顶啊，会惊啊，倒一个袂惊。警方解释讲，关键迄当阵是穿便服，在训练了后，伫咧巡逻。其中一个人是派出所的所长，因看到这个少年囡仔哪骑脚踏车，哪用手机啊，车是摇来摇去，才会去拦查，毋是锁定特定的对象。警方是执行盘查，并非锁定逮捕对象、抓错人。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形再发生，我们都统一律定，一定要穿着制服啊，以方便执行。少年囡仔因为面受伤是填17件，身体嘛有足侪所在拢受伤，警方答应要赔偿医药费，也嘛会和解。另外，关键伫执法的过程无穿制服是违反勤务的纪律，后壁嘛要求第一线的警察伫咧拦查的时阵，爱先摕警察的证件出来，表明身份。记者综合报道。那么首先，我要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咱要来讨论这个单独的案件，毋是个案而已。咱想要对这个个案当中来探讨，就讲咱台湾人对着人权的重视，甲落实在生活当中。那么尤其咱邀请这个千平来到现场吼，我必须要甲观众朋友来说明，千平本身嘛是第2代，吼，伫鹿港大汉，对，吼，恁妈妈嘛是对外国过来。就甲这囡仔受伤的这个少年共款，阮妈妈是来自越南，安尼。是，你在中华骑汽车偌久的时间？我其实我1997年生的嘛，所以97。其实到台北读大学之前，我拢是住伫鹿港。啊，你伫鹿港乡？对，所以我讲台语是鹿港乡食东的。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有定定拄着去用搬查，还是有去有厝边隔壁来讲啊？你这越南啊，你这安怎？你敢有这种经验？我是无，毋过我有一个足趣味的对话，甲阮老母，就是我大汉了后开始关心一个新住民啊、新二代，啊，佮有移工的议题的时阵，我甲阮妈妈讲，
妈妈，我最近在关心移工的议题安尼，伊讲什么是移工？然后我就想讲妈妈可能唔知，即马咱词吼有较中性化的发展。妈妈讲，我就甲伊讲就是我在关心外劳啦，嘿。然后妈妈听有嘛，妈妈就甲我讲，我也是外劳啊，你怎么不来关心我？对，他说我就惊讶诶，讲我的妈妈是已经来台湾20几年啊，伊嘛有身份证，伊是台湾人。毋过为啥我的妈妈会讲伊家己是外劳？这就是反映着讲吼，伊若行去外口，伊去买物件，伊去找头路，伊去做佚头。人看着伊的面，看着伊的讲话的口音，想袂甲伊当做是这吼在就一名词叫做人同化的污名啦。对。就是家己啊，讲我就是外劳啊，你哪还无甲我关心？对这是其实足趣味的啦。嘛反映了一件代志，就是像拢有可能互认做是外劳。那你若凭咧外貌啊、肤色啊、口音去判断的话，其实会造成足大的误会。是，咱今仔在场啊，请到这个警察出身哦，也有做社会记者，所以咱再来分析这个案件。我们来请教这个理事长吼，在恁这个协会内面，恁有处理过，或者是讲恁有拄到这种类似的案件，以及台湾工作是莫名其妙去用搬查地数来受伤。这款的问题其实是伫个迄个移工内底，算作是真普遍的现象。真普遍。真普遍因为像讲，比如讲，若警察白白咧，迄个伫个路林咧共搬查，迄个一寡咱的民众的话。零检啥物？嘿，伊就大部分伊会看讲，你就是那像迄皮肤较乌啦吼，看起来较迄款吼安尼。伊款迄安尼就感觉讲，你是毋是迄个外劳？甚至个认为讲，你是毋是逃走的外劳？所以这个问题是伫个一个移工内底是真普遍的现象。这已经是真久的代志啊，吼。是。但是咱来看吼，首先有一个数字，咱新住民吼，即马目前为止吼，咱的人口对外国过来已经有584124万吼，这是2023年5月为止，吼第二代嘛有超过50万人，加起来还是100几万呢。我讲白，这种票呢，吼，这种选票呢，吼，即摆要大选吼，咱即寡候选人你嘛爱小注意者，这100几万的票呢，尤其做总统的人吼，你唔通干来画的尔，这是100几万。但是这长久以来听理事长也是前评恁咧讲，其实这定发生的代志。但是我还想要讲吼，咱唔是讲今仔日要来甲对警察啊嘟嘟吼，咱嘛请到任何来讲。这我今仔日也甲阮的这个制作人咧讨论讲，警察咧办案，或者是咱平常时咧做代志的时阵，咱常常会因为咱人的头脑的运用啦，就是讲我会形成一个结果，吼，对着咱英语叫做吼，就叫做 saving of energy 啦，就是讲我爱甲这个我的这个努力啊，甲结醒起来，所以我咧办代志的时阵爱比过去的经验啊，这个会形成一种印象，讲哦，这某咪人爱分类讲，这种人有可能是安怎，这种人有可能安尼，变做讲皮肤较乌的，然后可能是安尼，可能是外籍移工，外籍移工也有可能较有冤案，还是安怎？这在警察的训练过程当中，是安怎来甲恁教，还是安怎甲恁沟通这款代志？在我们的，其实，在我们警察的教育训练，没有很强调这件事情，就是说都不会特别去讲说哦，那个不要虽然大家工作会有一些经验法则，就是说可能会认定某一种那个国籍啦，或甚至是性倾向，他比较可能犯罪，大家工作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很明确的教育说不要，但是也要客观的看待这件事情。无咧安尼讲。对，就是拢无讲，这拢无讲。那不过警专以前其实在几年前其实也有其他的那个可能比较接近移工或者是东南亚主义的群体，他们有去警专算是合作啦，就是例如说四方报以前的四方报，那会可能跟警专的学生讲说那个就是东南亚籍不只有逃逸移工议题，那他们也有很多元的人在里面，那大家其实都是
只是国籍不一样。所以过去也有曾经找这个四方部或者是亲像李首长因这种 NGO 团体去学校内面跟恁做沟通啊咧。算是有类似这样的教育。即马还有咧继续无？好像是没有。即马无啊。对。哦，因为我感觉这唔那是人权的问题，这也是做警察的执行的这个方式吼。咱来特别讲，你搬早的时阵，咱头看这新闻台，伊根本就无提身份证出来，也无提证件出来，讲我是警察的。哦，这是完全违反这个搬早的定数嘛，是不是安尼讲？对，一般在做盘查，你没有穿制服，你无穿制服，你就爱摕你的证件出来互人看。这应该嘛？这东西嘛是应该的，所以这个案件无穿制服，佮无摕证件互人看，实在是足含，真正是有淡薄含啦，就在。是。对。哦，我知影你警察的时候，我好变过来。这我来讲啦，吼，这应该讲啦。伊即个是安怎？这个19岁这个囡仔吼，伊是算越南甲台湾算混血儿啦。二算二代啦。啊，伊是放假骑脚踏车要去做工课啦。这3个警察是科务所的，中华科务派出所所长传两个专案组的，专案组就是一般人派出所迄个专案的啦。两个要去了解所谓外劳，是安怎讲呢？因为中华确实伫咧顶礼拜，因为是个公文啦，公文的下令要加强查缉所谓的逃逸外劳，这个所谓情务啦。是警政署下令，还是中华警察？我敲电话问伊，因讲伊看到公文是头家就是中华头家就是局长的意思啦。局长下令的。伊看到公文啊，就讲有收到命令，讲要加强外劳的这个查缉啊。所以讲，因去抓嘛，啊抓到时当然都是像咱新闻看到安尼，就是抓唔到去嘛。啊，不过第一时间呢，中华做来硬拗，啊，阮讲是去受什么长训的训练，啊，长夜路上看到这个囡仔吼，骑车很恍惚啦，左右摇摆啊，拿攻击机啊，所以我们要给抓咧，而且好难的嘛，因为伊是甲伊是同向的所在嘛，伊是要看伊的面色有问题，伊就落车落去，伊就是甲装落啊，装落个红个塑料的啊，啊就伫车嘛，车囡仔会惊，毋得开始选，啊选了先去弄到迄个泥残迄个机器，毋得外面破相嘛。但是事后尾啊，科务所甲中华兄知影讲代志逼啊大坑啊，无法度出来回，毋得该甲所长落台倒台啊记过处分，是安尼。因为这是第一届，因为2021年呐，3年半嘛一件，菲律宾的一个查某的，伊个帮佣，伊摕物件来倒粪扫啊。派出所一个去嘛，是该掠来讲你是外劳啊，逃逸外劳啊。人还未解水，伊就甲人手铐铐落来，甲人抓走。抓进派出所查的，讲伊身证件查无，查的伊身份是确定伊是合法的帮佣。啊，你是不是爱甲人送去厝？毋是咧，车个载路边偏的就走啊咧。那个等呢？我等下啊。啊，尾也是人去求，伊去人去求助，去找了啊，Google Map 了开始。找路等于厝，身躯无发现啊！啊，警察唔管伊啊，尾来但是别康差点无知影，震怒来共款震怒啊！啊，下令彻查，啊，甲迄个警察调去警备队啊。所以听斌哥你讲，第一，这是因不管是啥物理由，伊现在要落公文，要来特别要查起。因为哦，查起所谓逃逸移工哦，是最好是无什么无分数的啦，有奖金尔啦，一件500块尔啦。哦，掠这个逃走的。对啦，伊无绩效啦，一件。无绩效。一般是讲咱掠枪嘛，掠毒品嘛，枪炮毒品这些较有绩效嘛，还有什么公共危险嘛。掠外劳是无绩效的啦，有奖金尔，1件500块。啊，掠他变是要创啥？啊，民主问题啊。今讲我即摆1个月要检讨，还有尽量检讨。我枪炮。你为着民主问题啊，害死一个19岁少年囡仔的民主。台湾警察常常干这种事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绩效而导致。啊，一个500块，掠一个500块。啊，不过你想嘛，警察，那你讲你有500块去拼这嘛，无可能嘛。啊，为人为了讨个民主嘛，你今最好出来，枪毒什么的，啊，拢有分数。啊，逃逸外劳0歹看。啊，你是不是加减啊写3、5？不管他有没有到达绩效，可是你至少写个3、5，不是你不是空白，不是0分，不会难看嘛。啊，所以。头家为头家伊就下令啊，记咧啊！啊头家下令，迄就敢类讲等落啊嘛，全部都爱等啊！啊等落啦，就开始我袂做啊嘛。我会查一两查，会办一两办嘛。
啊办着就算扣着，啊办无着再来回啊，啊一件就算出事啊，还这囡仔人人民挺安尼，就是安尼，这是长期台湾的一个执法上的一个安怎讲，一个漏洞啦。他们也习惯这样，都台湾人警察便宜行事惯了啦。这个其实国际上其他国家也有一样的问题，因为其他国家也有外籍劳工，但是所以他们在目前国际上会出现一个经验法则啦，或应该说是一种建议啦，就是说，你警察在做政策的时候，你当然可能会需要去查缉这些人，但是你政策里面不要说我要针对这个国籍的人，或我要针对这个种族，因为这样之后就会出现像是今天这个案件，大家就会说啊，你这样针对新二代，针对新二代，针对东南亚籍是不是歧视？这个其实国际上已经有这样的讨论了，但是台湾就是现在就还是像。然后我要甲你问的吼，譬如讲，你头下讲的讲哦，国际上大家就开始检讨讲哦，咱就袂使讲啊，咱就要来抓这个要来查这个越南籍，还是这个印尼籍，还是这个泰国籍啊？但是啊，顶头就要叫我抓逃走的外籍移工啊！啊，我是要安怎写？我公文要安怎写？就查缉啊，就查缉啊，就说请加强查缉那个在台非法移工啊，啊，但是因的头壳就无咧换，我的意思是伊头壳无咧换，伊讲我嘛是要来查讲，民刑是啊有成的，像咱遮4、5个，我像宾果你若行去头，你可能有较成。我较成菲律宾的啦。嘿，你有可能较成，我嘛有去用动作，敢若是菲律宾。我是菲律宾的啦。伫咧美国有，伫咧美国有一种制度，美国有一种制度，就是你今天做一个政策，他们会有一个委员会，就是说你今天这个政策，你要这个委员会会看你这个政策对或不对。例如说像今天。我就直接讲，今天这种政策，如果在美国那种制度，你一定被那个委员会盯到满头包，因为你今天就是在针对这些人，你这个就是错的。可是，在台湾就是丢挂公下烂的做事。对啊，台湾是这样子。丢挂公，您哪里被去查逃逸工，不管偌济拢不管偌济啊，你啊人讲啊，你就爱做啊。我是无希望讲吼，明年出事吼。咱过来讲另外一个案件，敢若告别火车，吼，咱应该造成吼社会者改变，唔那你像人第2代那遮优秀，吼，会佫出来替因家己的人，还是对即个社会边缘来发声。咱的警察，咱嘛是台湾美籍的，应该是会当过来改进嘛，吼，理事长。其实他拄仔咧讲的即件代志吼，就是讲像咱进前伫个6月底迄时阵，无法国有发生一个大规模迄个暴动。是。伊嘛是原因，就是讲迄个警察吼，就是等于讲伊咧迄款咧追查的时阵，甲一个17岁的迄个少年囡仔，伊是算做非洲皮肤较乌安尼，等于讲甲伊原来是甲伊枪杀，所以才会引起法国遮尔大的暴动。咱会当了解讲，像法国像咧讲即个警察含即个。咱的这个移民吼，中间真侪这个冲突的发生，这有当时啊讲起来，虽然咱毋是读这个警察这部分的吼专业，毋过其实这部分来讲，就是警察的这个平权的意识吼，对人的人权，也是讲咱对迄个皮肤这款的多元的包容性吼，因这部分实际上是爱有一寡迄款会当搁再加他们一寡沟通啦。毋过就是讲，头拄仔咧讲的这个情形，阮若有一款的数字对这个外籍的移工来讲，是一个算作是一个有若真大的这个误解。就是譬如讲，你咧讲，伊即摆伊是新二代，毋过问题是真侪人甲伊，只要看伊的皮肤是安尼，咱就甲伊当做讲，你是外籍的移工。所以这是一个真大部分对于迄个外籍移工的这个歧视。另外就是讲，咱就变成讲，咱5月底的时阵，咱的移民法做一个真大的改变。也毋过，咱咧讲，咱移民法内底，甲对新住民吼，外籍的这个配偶已经吼有真好的这个改进。嘿，也毋过，就是讲你对这个移工，迄个制度性的这个歧视，也是无改，甚至愈较严重。理事长，你当来讲，什么叫做制度性的歧视？
像咱讲咱头拄拢一直咧讲，哦，伊是毋是生做成为迄个逃走的迄个外籍移工？要毋过你敢知影，即届咧移民法咧改的时阵吼，伊就一定。其他除了讲咱新住民的迄个人权啊，还是讲会当迄个家庭会当迄个团结，这部分，还是讲放宽即个其他的白领的，就咱咧讲高端的分子，这部分拢是放宽的。啊，毋过独干啊一项无放宽，就是因为讲你若是失联的，你若是逃走的即个外籍移工的话，即马要甲你发的钱，就是以前的15倍。照你讲，国家唔敢出来啊。对啊，伊国家唔敢出来。我相信这个原因，因为你5月底较打通过了，是毋是这个原因？佮再互这个警察局者讲，啊无咱再甲加一个月，嘿，咱佮再甲加一个月来甲掠安尼。所以这点吼是真正就是讲起来，就是讲，这就是制度性的歧视，因为。咱无去理解讲，因为像阮伫咧迄个移工的团体内底，咱拢爱了解一阵，就是讲，今仔日遮所有的这个逃走的移工内底，其实伊也毋是讲去共抢劫啦，还是讲做一寡啥物款的代志。伊啥来变做非法的移工，是敢若犯着讲，伊迄个啥3工无跟头家联络。你3工无跟头家联络来讲，这讲起来是一个行政法的部分。一起来无到讲，咱是毋是会去杀人放火，还是讲迄个变做刑事犯变做刑事犯那个处理？所以咱咧讲，什么叫做制度性的歧视？这就是制度性的歧视。哦，这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吼，就我请教的千平吼。你在生活当中，咱来做一个图表吼，对东南亚，其实我讲吼，唔那是东南亚啦，咱其实对白人嘛有一种即刻板印象啦，吼。啊，尤其吼真趣味，你来去咧夜店内面哦，有拍布内面，生做乌乌的，无一定是美国黑人哦，有的是非洲的黑人，伊嘛遐讲英语嘛，讲甲真啪哩哦，所以咱真侪人受着这刻板印象吼。你家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头下问你吼，恁爸爸妈妈或者是你阿公阿嬷？是你行动的过程，还是你的同学同窗，你家己的感觉？我是感觉讲吼，像我介绍我是第2代嘛，毋过我当时嘛想要甲大家讲，自妈妈迄边算过来，我是第2代，啊，毋过自阮老爸这边开始算，我是伫台湾的第8代。就是有一种印象，就是讲啊，你大家拢讲新住民第2代，啊，毋过伊其实甲足侪人共款是伫台湾就出世到即摆生活。吼，伊嘛有咱台湾的身份证，早就已经是台湾人，甚至是阮老母嘛是啊，对啊，所以其实大家对我会晓讲台语这件代志嘛是感觉就意外，新2代会晓讲台语，啊，这有啥物奇怪？这嘛是背后就是种刻板印象。对，就是其实咯，一开始我头头要介绍千平的时阵，我头一摆无甲介绍讲伊是第2代，嘛是这个原因啦吼。但是因为咱要讨论的主题是必须爱甲大家来讲因为你这个身份吼，你来讲你家己的亲身的感受。但是你这成长的过程，像你头下讲甲你妈妈，你妈妈讲我是我，你也无甲关心吼。你甲爸爸妈妈这之间，或者是讲阿公阿嬷这成长，你会当甲咱讲你家己的这个心内感觉，因为你真有想啊，我是来台湾第8代啊，但是无一定真侪人会安尼想。经过什么过程当中，才会像你安尼想？其实我有看做一个图嘛，讲有一寡偏见，是讲因结婚的方式有透过中介。其实阮爸爸妈妈嘛是有，啊，毋过透过这个中介的熟悉，这是一个过程，袂使共讲这是未来的婚姻。其实这种歧视啊，伫较早搁较严重，即摆已经好诚侪啊。我想要甲有这种想法的人讲啊，你的阿祖。还有你的祖妈，其实无一定嘛是自由恋爱熟悉，做亲戚啊，他做亲戚，你是未来嘛，你家为人保未来嘛。其实恁较进步啊，恁去外口做亲，去国外做亲戚。就是讲，其实这个歧视甲这个污名啊，毋仅伫移工的身躯顶，还佫有伫新住民、新2代，甚至是阮的爸爸带新住民的跩个台湾的查甫人，其实伊嘛是有污名的啊。对啊，咱就爱放下，就是讲台湾人吼，面腔就是爱偌白偌乌，讲啥物款的口音才是台湾人，这个想法爱改。若无吼，后一届这个17只毋知是填伫倒一个台湾人的面头前，对啊，所以阮是足生气的，讲这个17只是
大家拢可能会发生。那这个制度无去检讨，那这个盘查的过程甲准则无去检讨，像拢有可能是今仔这个就衰的这个少年人而发生的这个代志。咱定下看到搬查，即来问边个吼？即个搬查的过程，咱一而再，再而三的来讨论，是安怎即个搬查的过程在实务上无法度落实呢？伊毋是要落实来是偏，我来讲嘛，伊是偏形式啦。台湾警察较早，因为我较早哦，差不多18当前，我捌甲因警察哦，定来出去做伙办案件啦。我来甲因算变现场啦。现场我当看因你掠人哦，我来看，就已经不合理也不合法啦。阮的新闻是徛边看尔嘛，看者倒去上啊，倒录影。当下路我问讲，你掠，敢无违法？伊嘛一句话讲，先掠才讲啊。因为掠若掠着啊，一切拢无事啊。掠无才讲，伊就用用拼的嘛。一般人讲穿便服会去话先用证件嘛。不过你今日去掠穿，你要掠食巴油啊的，你其实无可能我警察配合一下，去到成龙啊，一定成鸭子的嘛。对个较温顺的去，可能用盘查用证件可以看。你讲证件就是典型的，就是印来的啦。台湾的警察就是有一习惯啊，就讲我去做的时阵，而且我今日来上节目之前，我问就一记者的所长警察，因讲吼，因的印象内底，对于所谓外籍家的朋友，都有一个印象啦。你来台湾，你毋是要来做，你毋是逃逸的，就是要来上班的。上班就是讲过八大行业的啦。若是穿较乌的，穿较怂的，乌臭臭的，骑个脚踏车，骑个电动车的，伊都是外劳。外劳就是逃逸外劳，伊就是有这印象。伊若看到你监狱区看到，伊就想要甲你抓落，抓来就要甲你问两句啊。伊加问两句啊，伊是讲问看有诶是毋是通缉犯，有诶是毋是真正逃逸诶？伊甲你咧报啊，伊搁报啥？报讲遮诶外籍朋友对法律不懂。我甲你问，你若扫无效啊？我甲你问诶，你会惊嘛？我警察甲你问，你语言讲佫袂通，我甲你抓落甲你问诶，伊讲看你诶神色很紧张，我怀疑你违法，伊就甲你刁难证件。这分明是推软的啊！就是安尼啊！台湾就是安尼嘛。伊也对于台湾人伊唔敢嘛，而且他对外劳的，对外靠朋友的，伊有啥讲？第一个，我吃定你不懂法律；第二个，你在台湾你要求助无门，因为你朋友是找台湾人嘛，找你外劳的朋友嘛，你无可能找到阮家己的朋友嘛。电话我就甲你问电话问资料，都尽量甲你问。咱移民署难道无迄种紧急的电话通我移一个？是有无毋对啦？问题是你讲真正是大家人拢会加输入嘛？我家己问我讲我即摆有困难啊，是毋是会甲我帮助？嘛无可能随卡随帮助嘛。就是讲爱加强警察的法律观念啊。第二爱大家新住民呼吁，你们要建立起一些自我防卫的能力啦。应该甲呼吁，你若拄到警察，甲你。伊讲移民署的，对你有什么违法、非法搜索的人，你应该会安怎的去确保家己的权益？跟讲，介无你啊传讲讲，你搞欺负是无我讲白哦，今仔这是期待胜做咱台湾家己的国民的。你若真正是，亲像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吼，咧讲到这个逃走的外劳这个事件啊，真的是舞到国际上是一个国际丑闻。是丑闻啊！但是。我的这个感觉是，其实咱这20-30年以来，咱对警察的教育吼，嘛是有想讲要来做好。你到底这根本的这个原因是啥物？因为听起来吼，是先为着要办案绩效吼，要用咱过去的这个经验吼，师傅所教的，先甲长起来再来讲。甲听任何安尼讲，其实在实务上。师傅也无咧安尼甲恁讲，这个要注意安怎呢？敢是安尼？我要先反驳，就是说，可能比例上还是会有比例的差别，但是其实大家现在办案还已经开始会注意，对，还是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什么不带证件，现在大家会习惯直接带在身上，就是我进来就看到，对，就在这边，对，现在比较年轻的会注意这件事情，因为也会对了，少年家啦，对，然后也会讲，就是其实有在改，不是都那。是啊，我就给你机会讲啊，嘿。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像那个移工的事情，其实我觉得
可能都有啦，有的可能会觉得就是你今天，我以前听过最直接的就是他，有一个一定位阶的长官讲什么，移工都是乱源，对我那时候觉得很震撼，就是我没想到会有，我以前学校刚出来，我以为就是长官应该都很讲道理，然后没想到会有这种言论，但是其实之后。还是有很多警察知道说，像是我自己有接触过1-2件案件，就会知道他们违法当然是违法啦，但是会知道他们其实也是工作上有委屈或很辛苦。那就像那个，就像王大哥讲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如果工作上受到委屈，那他们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他们，有合法的管道可以处理，那他们就不用不需要逃走啊。对，就不用逃走，那也不用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甚至现在会讲啦，就是有没有什么帮派啊？如果他的事情都可以合法的解决，都有人在帮助，那我干嘛组帮派？我一切都可以好好的做。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是处理现在这个移工的是不是有失联或者是逃逸的问题。对，因为现在在我们现在讲政策都会说，哦，这个失联移工是国安政策、国家安全的代际，但是我就想说，实际上不是啊，那个都是我工作上受到委屈，都是个人的他们需要帮助的事情。对，咱来看这个图表，你就知吼，这是新住民劳动参与率啊，甲教育甲婚姻的状态。上看这个钱，你来看劳动的参与率啊。新住民是71%，强到71%去。那咱台湾全体劳动参与率才59.19%尔。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讲，因唔是要食唔讨赚呢，吼而且佫无算着讲逃走的呢。迄逃走，我甲观众朋友，我若去婚礼，还是去较增卡的所在，我会拄着就对越南来的。伊也做毛石头，2只迄个山鸟啊，也会当毛石头，啊，甲头家会讲介绍，啊，带规班人，啊，做农事，也会当甲你做水电，啥物拢会晓。啊，伊敢若袂晓，敢若无甲你讲越南语啊尔，无伊完全听不出个口音，已经台湾已经20几档。啊，这劳动参与率你嘛唔知，但是你讲伊是国安问题。啊，我感觉这真超过，吼，这理事长。所以咱头拄就是咧讲吼，因有讲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对迄个失联的移工吼，有真侪即个误解。譬如讲，伊是毋是社会乱源？因为照你讲起来吼，你因为已经大家先甲逃走，当作就是讲你犯法。你就是犯罪的人啊，所以你就甲伊当作讲，安尼一家的人拢是犯罪。可是就像咱头拄仔咧讲的，伊逃走，伊变做是一个所谓的这个非法的移工，伊毋是因为伊做啥物歹代志，实在是讲起来是无三工无牵头家联络，走去换头家安尼。甚至就是讲，咱也无去探讨讲伊啥哪会去逃走。真侪人甲讲，因为伊逃走，所以伊就变做犯罪，伊就是变做一个有真侪问题的人。啊，咱的整个的制度内底，就是安尼咧，甲伊设计讲，你遮的人拢是违法犯罪，所以变做讲，伊遮是逃走遮的外路，伊就无所在人去去找到即个帮助。啊，当伊有问题的时阵，伊无法度通去找到帮助，因为伊也健保也无，啊是逐项的迄个保障也无，啊甚至你若只要行出来，你行伫迄路里，你若迄个较紧张一个，你就甚至去用掠去啊。所以这个有一个偏见，就是讲，咱第一，咱就对即个移工，特别是即个失联的外劳，有即个制度，即个你甲违法的即个判断，这已经是真大的问题。也毋过讲到即站。来讲，咱虽然咱台湾欠工欠遮侪人，咱嘛最近知影，咱政府一直咧开放即个外劳入来，甚至讲咱过无几个月，咱广播就会去开放另外一个国家的即个移工入来到咱台湾。遮哪侪移工伫咧咱台湾，甚至即马最近咱即个行政院嘛，已经咧暗算讲，咱是毋是要来评估讲咱
伫遮迄个服务业，有若要来开放外劳。你若是即个部分，咱遐哪侪外劳要入来？啊，你搁互伊遮哪侪，咱的遮哪大的偏见伫咧内底，你敢会当想讲，有未来，咱即个后手会发生的代志搁较侪，而且这问题可能拢家己制造的哦。对啊，所以咱就是咧讲吼，讲即马咱劳动部头前，咱咧讲欠工好，啊，你就甲放人入来。啊，毋过你放人入来了后，伊伫咧咱台湾内底，咱是用啥物款的制度，用啥物款的方法咧甲伊管理，啊，咱是用啥物款的方式咧甲伊帮助，这是真大的问题，因为这是外国人伊来到咱台湾，咱就咧讲，伊嘛是特别是打开始的时阵，伊需要帮助，啊，佮毋免佮讲遮的有一寡迄落，咱对外国引进来遮的移工，伊要入来进前，伊毋知伊共借偌济钱。欠债，你来到咱台湾做工课，啊，所以这个制度上的原因无去甲处理，无去甲解决的时阵，等头伊来到台湾，伊若发生一寡适应上的问题，啊是讲若是一个失角才讲啊，我3工无同阮头家联络，我来换一个头家一个，哦，安尼你就惨啊，你就变做是一个违法的。所以来到台湾真侪人是其实在伊的人生当中，就是一个抉择的一个点顶头，咱就清彩一个代志，伊就憋开啊。对啊。所以咱就是咧讲吼，咱咧搁常常咧讲即个逃走的移工，是毋是社会的乱源？讲起来，一部分是咱家己制度家造成的。你若毋是因为你制度是设计家呢，伊是安那伊就逃走。吼，啊你讲，咱就常咧讲，劳动部逐项即马迄个什么电话专线，24小时拢有啊。啊，问题是讲，你若一个移工讲实在，像我头拄仔讲的，我若拄仔好碰到这个警察要甲我问的时阵，我要去对，啊，什么人要甲移工讲，你这部分吼，你得要注意你的人权。像阮过去的这部分，因为咱伫咧政府内底，咱是线伫咧无共款的部门咧甲负责。譬如讲，咱若碰到讲警察，碰到啥物货要安怎处理？劳动部袂甲你教，劳动部会甲你教讲，啊，你要安怎请假？去到警政署的专勤队。对。移民署的专勤队。移民署的专勤队，啊，佫毋是警政署哦。不是。啊，所以就变做讲，这个咱咧管理咱遮来到台湾遮70几万的这个移工内底，而且以后佫会愈来愈多。啊，咱咧这部分的制度实在是应该爱统一一个迄个平台来甲伊处理，因为你若无统一一个平台来做伙来甲伊处理的话，我问你，你去想看嘛？你甲像因咧宣传就是讲，你若迄款去性骚扰，你就卡几号的专线，吼对无？啊，你若去互头家安怎？吼，咱就卡1955。啊，即马你若是迄个防疫问题，你就卡1922。啊，你是叫迄移工是要记偌济项啊？哦，所以甚至讲，咱头拄仔咧讲，遮个法律的问题，伫咧咱政府各个的部门咧负责，啊，毋过咱一个统一的平台到底是伫咧倒位？所以你移工无法度，无即款的平台，统一的平台会当去用，70几万人伫咧台湾，吼，甚至讲已经是30几档啊！哦，你即个平台，统一的平台无法度通去做着，佫是劳动部管劳动部的，即个移民署管移民署的，啊，你无怪讲遮个移工的问题遮哪济？啊，即摆咱若搁继续搁再甲遮移工引进来的时阵，啊，你若各个的迄个即个政府的部门，实在搁再管伊家己的代志，就管阮兜家己的代志就好。安尼，你想讲以后遮移工入来内底，伊这是等于是一个咱因伫台湾工课做工课搁生活。袂输咧讲，咱已经伫遮建立另外一款的即个就是等于咱的平行时空的即个宇宙就对啊。啊，毋过咱拢无了解伊啊，你无了解伊，啊，你甚至无互伊即款的资源，无互伊讲即款的平台来做服务的时阵，你无怪伊爱出代志啊。咱来看吼，甲即个移工算入去，真正有超过100几万人呢，真正超过将近200万人呢。是啊。吼，而且这还佫是有统计数字的，你无统计数字，我想伫台湾上无的超过200万去啊，超过200万人，而且人口在台湾我讲比原住民加起来较济。是。算我那话术也紧张的啦。吼，比原住民人数较济。其实这件代志啊，阮新住民第2代甲新住民的内部是足生气的。我感觉咱会再无合理。台湾政府讲关心新住民，关心新2代，讲要新南向，啊，毋过咱欠东南亚的人来到三江来做咱台湾人歹做的工，啊，甲人引入来几百万人，佮加上咱这种组建家庭的，已经100多万人，讲要照顾阮，啊，结果拄着这款的代志，啊是要查这个
查缉的过程中，对阮遮的人遮粗残，安尼讲合理。啊，这件事件的处理过程，甲后壁的有检讨，有要甲检讨整体的制度的问题，其实是阮最关心嘛，感觉现在其实做了无够的所在。在你来看，先对咱才一开始这个 case 来讲，你认为这以后因警察先生破例式代人，应该安怎来执勤，或者是讲针对着偷走啊吼，假设是偷走的这个移工，你认为应该来处理，是爱做一个制度性，比如讲他你说制度性的大赦，吼大家好好来讲，是你搁要留，还是搁要安怎？你认为你敢有讨论过？是啊，我感觉这是爱讨论、爱检讨、爱传咱遮的专家做来去讨论一个准则。要掠到什么程度？伊走偌远，你搁爱继续掠，还是你爱甲掠到伫涂骹、断骹、断手破相，才会使动来？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嘛，就是爱掠到什么程度？为啥我爱讨论这个问题？你若无讨论，你会害着啥？你会害着可能皮肤较黑的台湾人做实人。啊，讲话可能迄时阵足忝，啊无，敢若神志不清，啊，互误会的台湾人，啊，佫会害着6侪疑似移工的警察呢。我嘛是有听过几个警察是掠到这个程度，是因家己嘛受伤的。嘛是有哦，对，嘛是有呢。哦，你先讲。最近才发生一件被砍的，对，就是最近发生一件，对，就是查缉的时候，对方反击，然后拿刀起来砍。哦，嘛是掠外界的移工吗？是的。对，对，失联的，但我就是一般在就是基层也会说，我们这是把人来康回包了赖者啦，这明明是移民署的工作，就是法规上都很明确。那以我们协会的观点啦，就是第一个像刚刚讲的，他们是失联移工，工是什么？做协郎嘛，就是所以那你要查的是提供他们这些工作的，你应该去查这些雇主，而不是说我在路上，就是你就定期做劳动检查嘛，做职场稽核嘛，就是你这样查，你一定会知道他有没有提供非法的工作，这样的做法就会风险就会小很多嘛，因为你都知道是谁嘛。啊，可是像是我们现在在盘查是什么盘查是？伫路上啊，我看到我就去盘查啊，当然嘛出代志，我唔知伊是啥。线大穿，但没他线啊，对，你讲讲乱枪拍胶啊。对，啊，你底下乱枪拍胶啊，你为什么这样？与其这样乱枪打人，为什么不干脆就直接我都知道有哪些雇主，我都知道有哪些人有这些提供。对啊，恁土地公，恁派出所跟土地公咧，知影你管区内面都一个有聘请咧外头啊去做劳动检查，你就知影讲啊。对啊，就是报给劳动单位去查嘛，那他们就不会有警执法问题。你讲有道理啊！你若要查起这个八大行业，你袂去车路顶后去查讲，你可能是八大行业，你就爱去理发厅去倒位去查嘛。是不是安尼？而且他们完全合法，他们就说我是来检查，我不是来盘查你。我们警察去做，人家还要说你盘查，然后那个法律要件会被检查，会被检视，而且要很严格。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使用强制力的单位，就是我们可以像刚刚讲把人压在地上打的那种公务员嘛。那当然要比较严格，这没话说。但是如果换到其他的公务员，他们今天来就是做检查，他们的。虽然他们可能法律要件比较限缩，但是他们在做的时候法律意义比较少。那后面名正言顺啦，哈。对啊，我们就不像我们，他真的像是这种事情，我真的使用强制力，结果后来出事情，那后面追究不完。但为什么不全部？谁可以做什么，那就先把它做好。那我们就是警察，就是最后真的这些检查都没有检查到的，那。被我们抓到，那当然就是只能这样子嘛，对。他说移民署去负责检查嘛，然后那个他们是负责，因为他们警察是抓刑案嘛。如果你今天移工或逃逸的或是合法的移工，你有涉到刑案、枪炮、毒品，那当然没话说。OK， 那没有的话，应该是要由移民署去负责才对。他们现在是不对啊，他们警察把所有的业务包回来做。然后就乱搞啊，因为你警察没好，你们做然后你一做他们在执法上会有疑虑。那他刚刚讲说，如果你由劳动部啊，或是由相关单位他们去做检查，我来联合稽查嘛，对，我来做检查嘛。哦，第一个合理嘛，你给我你的名册嘛，名单，然后谁几月几号
在台湾，那谁要在，我要检查，那我来做合理的、合法的啊。当然我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推挤，找警察陪同，这 OK。可是他们做就比较没有疑虑，可他们不是啊，他们去弄你。第一个你要盘查我，如果你遇到懂法的人，我就质疑你盘查我，你依法无据嘛，那你可能不当盘查，就缠着他那个，我就砍你，我就推你，我就刺你啊，因为我会防卫嘛。那再来他们可能在过程当中又缺乏了一些要件，所以才会产生后面很多疑虑。所以警察在做事情，他们越做越怕。像迄个装卡，我知影吼，真济欠工吼，其实是装卡吼，你收切啊的时阵啦，鱼骨啦，你创这摘茶叶啊，曼德啦，吼，你创啥？这是要安怎查？这移民署嘛是会使用这个工作的理由来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其实这是因为你头仔讲的是产地内底的工课嘛，这做事，这无开放啊。你若要欠工真正需要的时阵，政府就要公开合理的，吼，甲咱农民的需要来去做检讨。恁都讲有欠这种工，应该是有欠啦吼。我是嘛来台北几落年啊，是无讲介绍细，毋过我有看过，顶一阵啊南投咧选举的时阵，就有一寡候选人咧讲，山区内底有足欠工的，是毋是爱开放这个农业还是相关的物件的讨论，对吧？是，你是。这部分的迄个农业移工已经拢有开放啊，嘿，甚至是营造工即马有若降低这个门槛要放宽入来，所以这部分来讲起来，其实。伊有若是会当去，咱有开放即个农业即个外劳入来，问题就是讲即卖制度内底吼，其实对一寡真侪农业的即个工人来，外劳来讲，其实伊毋是讲我固定互啥物人请，伊即卖是讲，我今仔日吼，我今仔日去，去家做的，面迄个即卖后盖要迄个欠工的时候，我可以另外一个所在做。讲起来，即个叫做外展的农工，外展的农工是忝到要死去，伊迄完全拢无迄个困难。咱若伫咧工厂是一个固定的即个雇主家来咧做的话，嘛工作安全较有保障。对啊对，就是所以就讲，即款嘛，即个农业外劳即个制度拢已经有改了。毋过就是讲，咱即个制度外展的农工的即个制度是毋是合理？内底是毋有一寡侵害即个劳动的权益的即个部分，咱是毋是有若爱去甲伊注意？其实对这部分来讲，咱对外展的即个包括农工还是制造业，因为彰滨工业区伊嘛是有开放即款来讲，你有个工厂吼，伊敢若欠即站咧加班的时阵欠人迄班所以伊就拢用即个外展的。问题是讲，即个外展的工人导队伊的工课是做了安那，伊的权益的保障是安那。咱阁有一个数字，咱应该爱去了解。咱已经开放即个外展的工人入来啊。问题是，这个人伊即马继续伫即个工课内底做，无偷走的，到底是比例偌济？其实咱拢唔知。咱拢无得查呢吼。咱无知影，所以这部分来讲起来，就是讲咱咧讨论讲咱这他拄仔咧讲这迄个偷走移工的问题的时阵，咱应该爱倒来到这个源头来讲，就是讲。你即马咧即个制度性，你互伊讲，咱讲，伊入来吼，咱拢甲伊要求哦，袂使收其他的非法的钱。毋过实际上是伊就是伫咧遐已经咧共贷款咧借钱啊。到底这问题是出伫咧啥物所在？吼，你若讲有当时咱咧讲好啦，就迄边的抓头的问题。系啊，就迄边的问题。毋过你也知影哦，即马咱的国家内底，咱真侪即个重大的即个电子的产业，拢是国际供应链哦。国际供应链的一个代工的一个环节来讲，咱阁有咱有较济做人国外的品牌的即个工厂伫咧遮。咱即马以后若无要搁再去注意即个劳工的移工的人权的问题。制裁哦。是啊，咱会去用制裁呢。咱讲啥？咱即马迄远洋渔船的即个渔获的已经列入什物一个名单内底啊。所以对咱来讲，咱已经咧考虑即件代志，咧考虑外籍移工的权益的问题，毋是干那即马已经毋是干那人权。咱拢想讲咱台湾。所以咱一开始哦，那个误会警察的警察变成苦主啊，嘛是苦主之一哦。所以问题拢在塞互你，你去抓。就是有扣人言哦。对，这在我们真的很多，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问大家觉得哪一项工作最不合理，就是刚好今年我们就看到那个。中华的拢写迄掠
逃走移工是上无合理的。中华恁的同仁拢添这个文棍。咱今年有调查啊，往年拢无，往年迄中华拢无写啥啊，今年就侪拢写迄逃走移工上无合理啊，这就很明显就是。会出这个事情，那就是上面的压力一定都是有问题。长官都唔知影你的调查结果咯，伊若知影，伊就唔敢安尼用啊。我们讲很多年了，他们这边讲了，应该是照下令的。对，他们就是警察内部都是就是知道这个像是这个新闻就是之前就已经有讲，就彰化县要做这件事情。我看那个新闻，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会出问题。对，因为局长就是一开始讲的有点太过针对性，那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出这件事情。其实，在基层这种哪些工作之后，可能做久了，或者是短时间内就会出现违法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有底。但是没有反应的空间，或者是你反应了，上面还是照样这样要求，就是这种问题还是很多。哦，所以恁的本身就是苦主之一的，但是台湾吼，bingo想要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台湾在警官学校内面，还是警察学校内面的教育，到底是有可能？台湾听任何啊讲学校嘛有找这个四方报这个总编辑来做沟通啊，种啊。除了做这以外，在执勤的过程当中，还有啥物通好做在职的训练，还是讲？可以来提升这个概念呢？他们有办一些讲座跟法律的训练，一些依法行政的概念一样会灌输啦。那可是你在实务上你在走的时阵，因为警界很讲究师徒制啊，还有学长制啊。我今日较老的，我是少年长，我带你在哪做？我老的带少年的，我咧做你咧看嘛。哦，原来安尼做会用办着案件。啊，我会模仿啊。当然有一天我较老啊，我做学长啊。我安尼甲教，就安尼教入去，就教像今安尼啦。伊无所谓讲像外国咱讲，哎，法律一切按照法律做事情。这物件讲你是在写移送书的时候会这样写，可是你在办的时候，就是我们如何达到最好的效果嘛，才为第一优先，法律是其次的啦。这个是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因为台湾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台湾有一个。物件哦，抓头哦，伊专门去收集这逃逸外劳的，有这成立伫个啦，这情就大个，全部逃逸外劳，伊就我倒去找到这个所谓我咧收集这个人，啊我收集了啊，我派工啊，伊地方啊，往买板地米，工地买需要工人，都需要人，我这个拢有，啊我这个人上紧嘛，我派出去，啊当然啊。因派出去啦，因在做工课较无保障。第二个，英国甲警察有一种默契，就是买卖绩效的一种弊病啊。今讲我今仔日我是中介嘛，啊伊是警察，啊伊需要绩效啊，要安怎？我找雇主商量啊，雇主甲这个义工用一年啊，我无爱啊，我甲卖掉互别人。你卖过程讲啊，我把这项可以用，约好几年几月几号，我把这个移工给你用。可是我已经告诉警察了，警察在抓他，因为他本来就是已经是那个逃逸移工了嘛，就抓他就有绩效了。哦，所以警政署以前在民国95年他们有一叫反奴专案，奴是哪个奴？奴隶的奴，他们把这个视为奴隶的买卖。这个专案本身它的名词就已经具有歧视性了，我是认为啦，它叫反奴专案了。但是这个专案你做到现在为止，这东西你怎么抓？你是抓不了啊。这就是你是听他讲的，就是制度性的歧视。就是讲你无法度去把这物件彻底铲除，因为它很多东西死角在社会上发生，你根本就无法去给它杜绝掉。出了问题嘛。你源头你没有改，你怎么样？你下面就有办法去钻到漏洞了。要不然他警政署今天他那个反奴专案到现在几年了，已经20-30年了。为什么今天他在买卖这所谓的外移，我都紧抓了哈，而且越演越烈啊！而且他越来越发展到越企业化，对企业化，我怎么买怎么卖，然后我还可以让警察有绩效可以去跟长官做交代。哎，上后尾我前边啊，你讲，我是感觉吼，这个事件大家爱持续关心，讲这制度有互检讨无？
警政署长要出来说明无？这是一件最严重的代志。伫别个国家是种族歧视暴动的哦。所以警政署长到即马失联，咱要找失联移工，失联的警政署长咱爱找无？啊，搁有移民署，你家己咧膝头等互人做，即马出代志，你滴点点无互点名，就感觉足欢喜的哦。嘛是爱同注意啦。陈平讲啊真歹哦。是嘛搁有啊，其实咱新南向行遮久啊，台湾搁缺工，后日吼要有人搁要来台湾无？台湾伫国际上，伫东南亚人心内中的形象是啥物？这都制造偌侪人伫遮活了，敢若奴隶共款的。这对咱的国际形象伤害偌大，请相关的单位吼，爱做代志爱紧做，对，啊，茫伫遮互滴滴嘟嘟，啊，搁等遐咧相片。理事长。其实台湾已经开放这个移工已经30几档啦，啊，即马咱也是愈来愈侪咧放宽这个移工入来，啊，不过咱台湾即马的这个移工的这个管理的过去累积的问题无处理到即马是无去甲处理，甚至到即马为止无一个统一的平台，或者的外国来的这个工人会当好好啊伫咧台湾生活，啊，伊会当好好啊伫咧遮做工课，所以这部分真正是真需要政府来做一个真通证哈。通证。